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哦。首先是台中南屯一个挖井集运的建案，昨中昼有一台吊车的吊拐对31层楼悬落来，去焊到一台拄好经过的集运，造成集运的乘客一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台中市政府已经要求刑复法建设公司伫台中的9个建案拢爱全面停工，嘛已经开出上100万的罚单。台中集运伫早起6点嘛已经恢复通车咯。台中集运热线七十中昼12点26发生重大伤亡事件，一支施工的吊手摔来，攻破高架轨道的隔音墙，透过一个拄好经过的集运车厢。就是一片混乱，然后车子就停下来了，然后我只有看到那个鹰架出现在车厢里面。附近管楼的监视器翕到吊手摔来迄当阵的情形。文心南路甲文心南5路路口，新复发建设的新建案工地，31楼的厝顶正伫咧听水平吊手的作业，其中一节落来攻破隔音墙，倒伫咧离丰乐公园站100公尺外的轨道上，拄好一台往南的集运列车经过去撞到。我很清楚看到它是就是已经卡在轨道上面，那我们列车是直接撞上去的瞬间这样子。救护车在那边待命好了，我们先挂水后啊。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死者是52岁正业大学法律学系4年的助理教授。台中市长罗秀涵赶到现场了解情形。要重罚，而且要重重的赔偿，因为不只是打坏我们的这个捷运，那也同时呢，也造成我们营运的一个影响。市府要求涉案的建商，伫咧全市9个施工中的建案遂停工，并且对基础认定罚上悬81万。劳动部职安署也依照违反职安法罚30万。第一遍对涉事建商开出100万的罚款，并且要求赔偿上缴。台中地检署检察官现场勘查，土木技师初步研判，可能是吊手相关材料老化，也个伫咧听吊手时阵作业程序有问题，才会造成这场悲剧。那应该是在拆卸的过程，可能是我们材料的老化，或是在作业的程序上可能有不注意，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后续我们先勒令停工，然后依规开罚。集运热线市府站到高雄内站之间暂停营运，改由公车接办。因台中集运也伫今仔透早完成顺轨的作业，伫早起6点恢复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集运昨个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不幸过往的乘客林湘雅是台中静宜大学法律系的助理教授哦。伊长期关心人权改革甲原住民议题，消息传出，真侪人拢唔敢相信，嘛真唔敢。家属嘛去台中处理后事，建商嘛出面向社会大众回示咧。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在此，我们对于这个受伤的民众以及这个伤亡的家属，我们公司事实上最诚意的道歉。那我想所有的代表，我们在此鞠躬道歉。造成一死10伤的重大公安事故，刑复法代表一个承担吊手的厂商要求公司行礼会失礼，这边意外夺走一条宝贵的性命。将在警察人员弄入去集运车厢下骹，因为一个就位女乘客被带伫咧车骹。车厢的外面铁轨下面有发现一位伤者，那经我们去人员把他救出来，伤势状况已经明显死亡，有可能是那个的钢梁掉下来的时候，把他从车厢里面推到外面来。静宜大学证实，死者是校内法律系52岁4年的助理教授，长期伫咧研究各项人权改革一个原住民的议题。也捌担任过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跟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所以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这个概念，在各族群里面
它其实就是要去呈现一个历史上面的真相，让我们去说出台湾这块土地它真正的身世。信任的助理教授的家属已经赶到台中处理后事。我们原则上就是让姐姐的后事先优先处理，处理完之后，就是如果是司法的程序，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应台中捷运的需求，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已经请捷运工程局调动第六工程团队去台中支援。捷运工程局的这个郑德发局长也已经派出大陆工程的团队前往台中去就这个隔音墙的相关问题呢来进行协助。出代志的文心南路自7点钟就封起来，一直到暗时，捷运上北的隔音墙拢拆线了，双向车道到半暝已经改渡交通管制，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宇航空，之前因为机房延误，代志是闹甲真大条。董事长张国伟阁讲，伊规暝无困，后来家己去甲飞行机驶转来台湾。民航局嘛会调查讲，张国伟敢有过劳。初步结果，伊工作时间无超过14点钟。毋过敢有去困晚10点钟的，目前是搁在调查。另外，新宇航空顶个月2日飞洛杉矶，张国伟嘛家己驶飞行机，佮招望前去驾驶舱翕相。民航局嘛要调查讲，看敢有违法。新宇航空顶一日发生万分的情形，董事长张国伟亲身去日本，甲飞行机驶转来台湾，却因为伊讲伊规暝无困，引起过劳的疑虑。交通部民航局局长林国宪说明调查详细的进度，就是飞行前要休息10小时的时间，这个还在查证中。这个就是我们认为他有疲劳风险的可能，所以进入详细的调查。那除了他以外，连同全部机组员都会纳入评估。这一次在整个处理上面包括有没有违反 AOR， 比如说要执行前的10小时休息，跟后面14小时那刚才局长已经谈到这个都在调查，如果调查属实，我们就按照 AOR 的规定来惩处。民航局长林国宪表示，因为张国伟有违反过劳的记录，当伫调查当中，根据了解，张国伟初次返点过2点，搭飞行机去日本，伫日本当地时间早起9点，驶 A350飞行机登来台湾，虽然无超过14点钟执勤的时间。不过飞行进前敢是有休困10点钟，还阁伫咧查证当中。目前民航局初步已经约谈新宇航空航务甲机组人员，按照这2天会约谈张国伟本人。不过张国伟最近的争议毋若即一层，顶个月2日，新宇洛杉矶头一班机抓是张国伟做驾驶，不过煞互飞航人员的梦枪入去驾驶舱内底，2个人阁做伙翕相。民航局目前当地的调查，敢有违反民航法有关进入驾驶舱的规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入驾驶舱？原则上就是飞行的正副驾驶、签派人员，还有就是跟机务有关的、了解飞行安全的机务人员，属于就是特殊的可以进入驾驶舱的人员。你在飞行途中，为了避免发生比方有人员可能要挟持飞行员啦，或者去做一些破坏的动作，基本上我们都是非常严格禁止人员进入驾驶舱。新宇航空成立以来，目前也无相关受裁罚的记录。民航局表示，若是查证是事实，如果违恐惊会罚款达200,000的罚款，遐若公司可能会面临警告，或者是罚款60万以上。针对这点，新宇航空讲会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第3当前决议讲无要互中天新闻台换接照，所以中天新闻台就退出有线电视的第52台。中天不满嘛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判决撤销 NCC 无要互因换照的处分，要求 NCC 应该重新审议，搁再做出适当的决定。专案嘛是会当搁上诉。它应该要适用的评分基准依法律规定必须是准用107年2月8号修正后的深设审查办法第13条第1项规定。那本届呢，他们却适用到109年11月11号呢，另外订立了一个109年换照评分表。那这个评分比重所涉及的评分基准，因为这样子违反规定。当初 NCC 委员会认为讲，中天有25件违规案件防处分，内部的控管运作失灵，所以换照的审议并无通过。中天不服，请求法院撤销 NCC 的处分，嘛向 NCC 要求79亿的赔偿。法院的判决是认为，当初 NCC 伫审议的时使用错误的评分的标准做审查，嘛无充分的资讯，影响到中天的换照结果，判 NCC 的处分违法。NCC 是强调讲，因收到法院的判决书会来研究，才个依法提出上诉。
咱来看前几天伫内湖的三军总病院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要替伊妈妈申请巴氏量表，也毋过医师是讲佮也无合条件，所以拒绝。这个民众竟然就对医师起骹动手，佮向警察讲是因为医师的态度无好。病院是表示讲，因会来提出告诉来维护医护人员的安全。挑衅我就对了。让医师手棍，这查甫人火气真大，一直没60岁，一直表就出拳拍人。两人情绪拢真激动，查甫人是恐怕人，医师忍袂落去，讲要报警要提告，暗过为阿未讲线，佮互人拍一拳。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医疗法及伤害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动手拍医生发生在内湖三军总病院一个身形好瘦干的技师，初八早起8点外咧巡病房，52岁姓张的查甫人要替妈妈申请巴氏量表，医师拒绝讲条件无符合，爱长时间观察，伊认为医师的态度无好，判下手，气不过才动手。在此谴责暴力行为，我们提醒医院应采必要措施，以确保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时的安全。一个月未合作拍人，姓张的查甫人有强迫症考，台北市医师纪律工会谴责医疗暴力行为。内湖3种回应会寻求司法维护医疗人员人身安全。这案件当中，姓张的查甫人坚持要爱的巴氏量表有什么用途呢？护工来家里面工作之前，一定要去医院取得一个巴氏量表本国籍，大概1个月8、9万跑不掉。可是如果是聘请外籍看护工，目前的公定的收费价格是2万。巴氏量表用来评估适龄程度，那分数到位，就申请外籍看护工，费用会比本国籍较俗。即摆这查甫人意气用事，不知巴氏量表无摕到，反倒转来可能吃官司。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各地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敢若东部会落淡薄仔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的气温会回升哦，中部以北上悬会到30度，东部嘛有26度，南部上悬是会到34度。各地头拢是一份好天。也毋过过昼了后，南部甲中部山区的云会较高，嘛有可能会落雨，嘛得爱特别注意早暗的温差是真大。另外拜六会阁有锋面晚近，礼拜日母亲节会开始落第2波的黄霜雨，雨嘛会真大哦，所以出门大记得早雨伞。这波锋面到后礼拜一才会离开，水气就会减少，豆豆啊就变好天咯。3月23马祖生哦，真侪宫庙拢会真热闹，也毋过前2天，嘉义县的本港水神经有民众去到讲庙方放真侪炮啊，嘛真烦恼讲这个炮啊烟、佮有炮啊呼、佮有炮啊声，会造成污染哦。也毋过环保局是表示讲尊重宗教民俗，也毋过会来考劝庙方甲其他的团体减少炮啊的数量。放炮啊产生的火焰拢冲起天顶，而且放的时间嘛真长，后面将认为是毋是会造成污染？初八下晡，嘉义县新港乡的本港水神宫因为放炮啊的关系，引起相关单位的注意。有涉及那个宗教的民俗的部分，我们都予以尊敬。但是因为它所产生的一些环境污染，这边其实对于周遭民众还是有影响。那我们也劝导，就是有关于庙方以及绕境的团体，能够加以节制。炮烟加减啦，无差老了摆庙口之前啊，你今年的老了，今年是放上济，爱看每一个人啊。安怎讲？运气还好。本港水神宫讲，即届拄好有友公来开工，刷来阁是北港马过来，所以才会有今年炮啊放较济。其实并无网络讲的遐尼济，嘛有向相关单位来申请。都铺一条路啊，安尼尔，正等于甲你讲欢迎妈祖。出巡过来，阮水神宫，这是从历史以来就安尼啊啦。讲实在，你像有诶啊，佫放无诶，就无放啊，你听无？啊，都叫来就是甲因欢迎啊，你听。嘉义县消防局表示，宗教民俗活动放炮啊，拢爱向主管机关来申请。放炮啊的路线、时间甲数量，拢爱符合申请的内容。嘛，呼吁民众毋通离炮啊上近，以免发生意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为了要争取行政院的公共运输月票补助方案，新竹市政府今年的3月，甲桃园市、新竹县、甲苗栗县组成土地疫苗生活款通勤月票筹备小组。市政府初十公布4种月票方案，其中特特方案上俗1个月才288块。咱再来看《自由时报》，一个姓董的台湾民众互中国人吸收，家伫新加坡一间娱乐集团工作，早领16800万的批数，大约是代票8000多万哦。这个台湾人一回国就互领起来，嘛互查扣4000多万的现金。再来看《联合报》，主计总处昨公布3月红请员工薪水加人数，前3个月平均的薪水是45286块。因为通货膨胀所以算起来，今年的头一季薪水是淡薄仔减少差不多是减少0.2%左右，嘛是最近7档来薪水减上济的一档。再来看这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台北市的医师职业工会昨是指控讲，卫生福利部进前公告病院评鉴的标准既然甲有新的医师袂使伫暗时10点到早起6点这段时间上班的规范提掉，是牺牲医师妈妈的权益。也毋过，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评鉴的标准包括职业安全卫生法内底所有的规定，有新的医师嘛是有相关的规范，对医师权益的保障其实是愈较全面。新冠疫情告一段落，病院评鉴上紧要伫个5月就开始。不过，照进前卫福部公布的评鉴标准，原先对有新的医师所规范的，袂当伫暗时10点到透早6点的时间来工作，煞互汰掉。但大部分怀孕女士都会觉得，就是身体就是比在平常没有怀孕的时候是更为虚弱，这样即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工作，她还是会觉得更累。这就是为什么基于母性保护会需要，就是让怀孕的女士就是夜间不要值班。腹肚大海还过来值大夜班，工会咧想讲这是替医师妈妈的权益来开刀。妇女心智基金会讲，掠伫个健康角度来看，无论是性别有新也是无，原则上拢应该爱尽量来避免伫个夜间工作甲轮班工作。卫福部替大法官的释宪来做查证牌，甲无性保护的相关评鉴条文甲汰掉，这是错误的理解。卫福部今天提出一个理由，说是因为劳动部这个依大法官的这个释宪案，所以他提出修法，所以卫福部跟着删掉。那我们其实不知道卫福部到底是跟到哪里去了，就是他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劳动部提出的草案条文？雇主要依照这个劳工的这个健康的情形，订一个计划来维护他们的健康，必要的时候也进行这个工作的调整，都做好这个记录，以备于我们在进行医院评鉴的时候进行查核。卫福部回应讲，有考虑到部分医师纳入劳基法，不过一部分还未纳入，所以伫个医疗法专章出炉进前，先甲职业安全卫生法甲放入去评鉴规准内底，通更较全面性来保障医师的权益，其中嘛包含有新的医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乔治·桑托斯涉嫌诈欺、洗钱、佮偷用公款等13项的罪名，切早人已经互抓起来了。伊是家己去自首，也毋过伊对相关的指控拢拒绝认罪，最后是以50万的美金交保。共和党众议员桑托斯行出法庭，对比指控欺骗捐款人所用竞选经费、合经历造假、违反领取失业救济金等13项指控，拢无认罪。We hav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come after me on, and I'm going to comply.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go and fight to defend myself. The reality is it's a witch hunt. 34岁桑托斯早起家己去自首，下昼就出庭应讯。伫咧形式上，被起诉的人若行入法院，就算被逮捕。桑托斯对相关指控拢无认罪，上尾50万美金交保。若罪名成立，可能会面临20年的徒刑。伊律师讲，桑托斯目前继续公务刑庭，要求法官予以自由履行，也已经甲护照交出。起诉书内面甲伊欺骗的行为算总效。检察官讲，这就甲伊塑造家己是百万富翁的形象共款。去年胜选了，骨卡拢锁出来。The evidence must be absolutely overwhelming for the prosecutors to have put this together this quickly. This does not bode well
for Representative Santos. 桑托斯甲政治现金用伫咧私人使用，买名牌服装，用现金付信用卡的费用，伊也非法申请原本应该发予因为疫情无头路的纽约人失业救济金。伊伫去年11月一当选，就互人逼讲伊学经历甲家庭背景拢是假。虽然承认无读过大学，也无伫咧高盛花旗工作过，因过今年1月议员去国会宣誓就职。虽然司法调查一件一件一直来，桑托斯到即马也是无愿意辞职，并且讲要甲司法继续对抗，捍卫家己的名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泰国甲土耳其一礼拜日拢要选举，咱先来看泰国本地民调拢排第2名的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伊上新的民调已经领先前总理戴克辛的查囝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贝东丹哦。另外，土耳其的总统大选，虽然现任的总统埃尔多安因为地党救灾受到真侪批评，也毋过嘛是阁有真侪在区的民众嘛是支持伊连任。泰国大选是来到上尾的阶段，选情嘛随时拢在变化。虽然为泰党的民调支持度同款领先，但是受访者互问到对一个政党头人上适合做泰国总理的时阵，为泰党的候选人贝东丹所互另外一个在野党前进党的皮塔超车变作第2。现任总理帕拉月民调是连因的一半拢无。贝东丹伫这场大选内面，洪形容讲是公主的复仇。伊的出身是泰国政坛上传奇的戴克辛家族，老爸和阿哥拢捌做总理，但是前后拢因为政变落台，而且派做流亡海外。外界认为讲戴克辛家族敢会当转来政坛，就看这阵啊。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สำหรับผมมองว่านี่คือการเดิมพันครั้งสุดท้ายของคุณทักษิณและคนในตระกูลชินวัตรที่ระดมทรัพยากร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มา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รอบนี้นะครับคือถ้าไม่แลนสไลด์หรือ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นที่1ในการจัดตั้งรัฐบาลได้เนี่ยผมคิดว่าด้วยวัยปีนี้คุณทักษิณวัย74 ปีนะครับ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หรือการจะกลับม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คงจะมืดมนคงจะยากนะครับ同款嘛是第14届大选的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面对插政治以来上艰苦的一战，有民调显示有可能无法度连任，原因和年初大地震政府的反应上慢有关系。不过路透社去走访迄当阵受创上严重的哈泰省，居民投票的意向煞拢无同。Tabii ki. Yani şimdi biz gerçeği konuşalım. Şimdi benim ailem öldü. Benim ailem ölmüş. Ben tepkili olmayacağım ha. Kepçe gelmedi, bilmem ne gelmedi. İnşallah iyi geçecek. Reisimiz kazanacak. Ve reisimiz sağ olduğu sürece tüm dünya yani Türk vatandaşları her daim yanındadır. 哈泰省和其他灾区过去是埃尔多安的铁票区，就算发生地动，一个选民同款是支持伊，而且佫认为讲埃尔多安连任才会当继续中建。执政党政治发展党4月的支持率已经转来到地动进前，但是有专家认为讲，和地动比起来，土耳其佫较大的危机是通膨，经济问题才是决定埃尔多安敢会当甲总统大位保护掉的关键。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再来看印度的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这个月初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有嫌犯亚穿四架庆杀立场无同款的民众，佮放火烧车烧厝。初到为止上无已经有60个人死亡，超过35000个人有路无厝。今日民警互相斗相共，无厝通转去的难民，在关键的协助之下，去临时的避难所，有人找到出来人了后，烧燃做火口。印度曼尼普尔邦为这个月初开始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不到客枪4个杀害无同立场的民众，造成真侪人倒亡。有人佮亲目睭看到朋友互枪杀，真惊吓。When there was no way out, he ran to the paddy field to run away from the commandos and the Meitei goons. He was shot at the back, and then when he fell down, they approached him and shot him point blank at the forehead. 这件冲突是因为当地人口占比一半，嘛是上大的族群美泰族，有可能得到表列部落的地位，引起库吉族等等其他部落的不满。因为互立表列部落会得到特定的公务工作、读大学的名额、甲选举保留时数等等真侪福利，互其他部落烦恼族群的就业甲读册机会会受到影响，所以部落学生联盟就发动抗议游行。希望政府会当拒绝美泰族的要求，所引起严重的种族冲突。有报道就趁机会四界放火、烧车、烧客家，造成数百人死伤，超过35000人无厝通转去。As of now, around 60s, सब innocent हैं, और injured हुआ है around 231 people.
为了控制冲突，印度军方甲负责边境安全的阿萨姆步枪队出动数千名士兵介入，用直升机甲无人机来侦查甲监视，搁实施宵禁甲切断网络，一直到查到这放零宵禁的限制。अभी काफ़ी जगहों पर नॉर्मलसी है, लोग अपना रोजमर्रा का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कर्फ्यू में ढील दी गई है। इंटरनेट सर्विसेज अभी जैसा कि आप जानते हैं अगले 5 दिनों के लिए बढ़ाया गया था। 印度最高法院对这个事件表达关心，已经要求曼尼普尔邦政府在1礼拜以后提交一份救济甲中间的相关报告。公司新闻台是董平月。来看海地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拜一伫首都太子港，有工业园区的劳工上街头抗议，因要求政府提悬上低的薪水，可以有法度活落去哦。也毋过警方是强力用催泪弹驱离抗议的民众。另外，伫中东的黎巴嫩嘛，因为经济崩盘，有民众伫贝鲁特一间银行的头前烧车轮，要求银行甲因寄的钱还因。对这争夺车发口号，爱政府是了解人民有偌苦。咱的友邦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街仔路，当地时间初9有一大堆工业园区的劳工来到这，爱执政当局提悬上低的工资，互因活落去。Manger monter, yo machine monter, gaz d'ap monter, mais faut faire regard regarder mon factory yo. Nous voyons comme si qui dans bas social là, ça a toujours arrivé en Haïti. Nous mettons fait tout ce qu'on fait, yo critiquer nous, yo nous factory, mais je le dis vle pas vle, faut aller mettre comme sur nous parce que nous-mêmes nous pas tout ça. Chaque jour nous dans l'arrière pour lui. Doit caler à la moudade jusqu'au bout. 当初顶示威说服警方用催泪弹强势咧赶，海地最近几档帮派是正创手，定定咧阻挡也是抢物资，互当地已经真歹的经济状况，即马是歹到有剩。目前这的通膨率已经起到49.3%。联合国组织国估计讲，海地有490万人无物件通食。同款因为经济规个放弃，加受折磨的中东国家黎巴嫩，拜一是有一大堆民众，拢到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银行头前烧太阳，而且想要甲提款机规个弄个歹。过去的这大都是因为政府伫咧面对经济危机了后，是一直严格限制钱欠在银行的人去提款，互民众有钱无地领。إنه نحن مجموعة مودعين ما رح نترك حقنا لا هلا ولا بعدين لازم يفهموها ما بقى رح نوضح لهم اليوم رحنا على إدارة عودة بكرة رح نروح على كل الإدارات وعلى بيوت أصحاب المصارف على بيوتهم وعلى مصالحهم 黎巴嫩爆发经济危机已经4档啊，4档内民众是一直伫咧物价直起，欠电、欠燃料、欠药品，这状况内面活甲真艰苦。过去嘛捌发生生气的民众冲入去银行，都是为着要甲家己的现金抢转来。但是到目前为止，黎巴嫩政府还未通过紧急改革，甲现金还互民众，恢复经济的计划。公司新闻市阮用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总统拜登6月会招待来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发新社指出讲，美国长期拢想要甲印度有关系，做伙来对抗中国。白宫今仔嘛声明表示讲，莫迪这次访问会来促成美国甲印度对自由开放、繁荣甲安全印太地区的承诺。再来看奥地利的内政部长今仔表示讲，政府要禁止公务人员伫公务手机使用中国的 TikTok。目前包括英国、美国，阁有真侪欧洲联盟的国家，嘛拢已经因为治安的疑虑，禁止公务人员使用中国的 TikTok。再来看日本为了要拼观光，今仔是发表海外旅行当地时的宣言，甲台湾、法国、关岛等24个国家的观光局合作。台湾的官方甲民间业者嘛已经组代表团去日本，明仔载会甲日本做伙开记者会，公开相关的福利甲补助。再来看，为了要争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提名的郭台铭，伊指控政府要买 BNT 疫苗的时，坚持用独立的台湾政府签约，才会买袂成哦。卫生福利部是先发声明否认，昨午佮再开记者会公布4份当初采购的合约文件，证明讲甲 BNT 的合约代表方拢是写卫生福利部一关署，强调讲政府绝对无意识形态，真相绝对袂当互抹黑。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初九暗时伫面车指控，前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为总统串门团会，要求郭台铭唔通买 BNT 疫苗，暗过互总统府反驳无主动疫苗采购。郭台铭初10早起参加英联基金会活动时阵表示，民进党内部有人动疫苗。我得到的消息
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是赞成跟反对的，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所以这个我认为李大为他也是传达命令吧。我们绝对没有挡疫苗，而且是帮忙去取得疫苗。那另一方面，挡疫苗是我们被挡。因为郭台铭表示 ，BNT 采购要破局，是因为政府采购协议坚持用独立台湾政府的名号。卫福部70早起大动作开记者会澄清，各用刀卡还原疫苗采购过程，各第一摆公布4份采购合约原文文件，强调真相只有一个。当初甲 BNT 签合约的签署代表是卫福部疾管署，绝对无意识形态。是我具名，是卫福部疾管署的署长。我是代表中华民国挂号台湾的这个政府来签署的。如果要用个人或公司或法人的名义去购买疫苗，在这疫情期间，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很多相关的免责的规定，必须由国家来承担，所以一定是由政府来购买。卫福部指出，当初甲 BNT 签约最后阶段时阵，对方要求咱删除中文新闻稿内容5个2字，结果咱就调整做台湾了后，都无消息。对此感觉真遗憾。不过对鸿海台积电甲组织基金会3团体愿意关疫苗照顾个人健康，也是非常感谢。记者综合报道。好事多发生 A 型肝炎病毒污染的冷冻鱼的事件，嘛已经2礼拜。卫生福利部昨早起才头一届开记者会说明，小数是表示讲行政流程确实有改进的空间，也毋过嘛正加载讲哦，目前5个捌食过冷冻鱼的可能病例检验拢是阴性。行政院消保官哦，嘛要求好事多今仔就要提出赔偿的方案，嘛无排除要来帮消费者提出团体诉讼。Costco 冷冻鱼果进前互检验出 A 肝病毒，是引起真大的争议。但是台中市2间分公司接到消息了后，所无照规定向卫生局来通报，卫生局决定对这2间一间拢罚100万。不仅未依规定通报外，而且延迟会员进行回收，为善尽消费者保护之责，显不符市民对于企业责任的期待。是否依据13法各裁处新台币100万元的罚锾？因为 A 肝鱼果的风波是一直烧2礼拜，外界是批评卫福部是药事动作万人一步，还唔知影消息的消费者把这种鱼果拢食落去啊！卫福部70是第一摆开实案记者会，承认讲会检讨公告的流程，会逐天公布回收的数量和通报的个案数等等。你有不合格的时候，那也同步就问他你要不要做复验，他如果比较早就反映不做复验的，其实我们可以提早1周，那就可以来做这个公布的一个步骤。小数讲食品内面做 A 肝病毒的检验过程是真复杂，会先对食品做病毒的冲提、病毒的浓缩，一直到基因定序比对，规个流程走了大约要12到16天。过来甲打总共是有5例食中鱼果的疑似通报个案，但是检验的结果全部拢是阴性，排除急性的 A 肝感染。疾管署嘛会继续监测到6月底，嘛提醒民众，假设得到 A 肝的几率并无关，但是2种人要注意。40岁以下的民众是比较不太有可能具有这个 A 肝抗体的，如果先前没有感染过或打过疫苗的。那40到50岁这个年龄层比较是灰色地带，就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行政院消保处嘛指出讲，目前已经接到32件申诉，消保官会帮助消费者来求赔偿，嘛要求 Costco 在5月11进前提出赔偿方案，好好啊解决，嘛无排除会提出团体诉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日特别举行哦，咱台湾是还未收到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3届发声明，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要邀请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嘛表示讲哦，目前佮拍拼争取，嘛希望今年支持台湾参加的国家会愈多，声势会愈大。世界卫生大会 WHA 2日特别伫瑞士召开，台湾还未收到邀请函。恐惊连续7年无法度参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到透过声明，
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O 的立场，这嘛是布林肯上任以来第3届发声明支持台湾参与。美国对我们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支持度向来是非常高的。我们跟美国一起，也在游说其他的这些理念相近国家，希望今年支持我们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声势能够达到历史空前。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讲，目前要拍拼伫争取，有关国家嘛提案协助。唔但是 WHO、APEC 11月份嘛会伫旧金山举行。美国几个议员已经写配合布林肯，呼吁伊邀请总统蔡英文出席领袖会议。不过吴钊燮讲，这个难度是真悬。APEC 很多的事情都是要透过共视觉来进行，那所以这个事情的那个难度是极高无比。同一个时间，美国甲英国的外交部长伫华府举行会谈，两个人会后讲对台海议题立场一致。英国外交大臣柯维利强调讲，英国必须要对抗中国无适当的行为，台海安全是影响全球的议题。And we have to engage with China directly, whether that be o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of course is something which affects all of us. When it comes to key issues like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As well as looking for way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solve big challenges. 台湾的议题受国际关注，对台湾立场友善的前英国首相德拉斯16会拜访台湾，到时会拜会政府高层，嘛会发表演说。德拉斯发声明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面对北京愈来愈有攻击性的言论，期待会当亲自访问台湾，甲台湾人民团结徛做伙。这嘛是伫蔡斯尔夫人了后，经过27年，搁一届有英国前首相访问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立委罗香玲，伊伫5月初9出发要去中国挂香，也毋过入境下门的时，海关表示讲伊的台胞证已经失效了，无要互伊入境哦。罗香玲是强调讲伊的台胞证并无过期，望讲各台办会当查好清楚。国本地嘛要求各台办应该爱出面说明。民众党立委罗香玲初9坐飞行机要去中国，要参加2023两花道教福建参香巡礼，所伫要对厦门入境的时阵，互移民官以台胞证防注记失效为理由拒绝伊入境，嘛无讲啥会失效，伊只好返来台湾。罗香玲初10出来讲，伊顶个去中国是搁伫个台北市政府做局长的时阵，证件嘛无过期，各台办应该说明。我呼吁国台办能够尽速去了解。然后呢，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做完备性期待的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两岸互动交流平台里面呢，能够有让大家更安心、更平和的程序。这摆台胞证防注记失效，媒体问讲，敢有可能是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进前去美国提出两花的论述，和中国生气有关系？罗香玲讲，可能毋是特别针对一个政党，也是立委，伊袂乌白药。伫咧郭文铁这边，伊是化为各台办爱说明。两岸交流本于对等尊严之原则。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大陆国台办要出来说明嘛？那即便像民众党这样的立法委员到了中国大陆，这个台胞证都无故注销，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就证明那个政权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政权，任何人都可能因为这样子在人身上受到一些伤害。罗志健讲，可能伫台湾即马遮尔敏感要选举的时阵，中国是还袂急讲要去扭对一边，无是要互人误会，后壁嘛有政治考虑。刘委会表示讲，对咱的民意代表互邀请去中国交流，中国毋若无尊重，佮互伊遮尔不当无理的对待，咱是表示严正抗议。相关部门应该对外进行公开的说明，定清错误，而且向当事人回释的。记者综合报道。前一站新地6号村的人禽逃走出去哦，外界嘛质疑讲动物园的管理出问题。林务局3月底特别佮爱因提出改善的计划，1个月内就要完成改善哦。林务局早嘛佮去现场做第2摆的检查。透早，林务局带专家学者来到6号村，针对第1摆会勘内容进行第2摆的检查。上主要是要求6号村针对防止东非狼行走出去的电网，要加设电线。之前因为只有一条电木线，那时候就有要求他们要增加电木线的条数，以及那个电木线跟电木线之间的距离不可以过宽的这个部分。那今天初步来看是有达到一些那个
目的。那至于有没有达到专家他们所要求的那个标准，可能要待会我们会议的时候，专家会再做一些表示。针对附近的树林，林务局把要求园区要定期检查，来确保东非狼熊袂去透过爬树逃走出去。就是除了电木线的部分，还有他们有把那个缓冲区的那个树木有做一个全部的修剪。其他的动物园就表示，一般拢会针对树基来做定期的修剪，除了防止动物逃走，还当确保动物的安全。新竹市动物园每周一都固定休园。那我们每周一的时候会整个巡视展场的那些树木。那如果有过长担心动物可能会逃出的时候，我们就会修剪树木。那修剪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不要留下尖尖的地方，以免让动物受伤。刘河村发声明表示，目前除了增加3条电网电线以外，还正在进行东非狼熊数量的清点，而且会增加园区内的监视器。林务局也要求园区要在半年内完成园区内全部东非狼熊注射晶片的工作。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动保法的修法，敢要禁止夜市护鱼啊？昨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伫立法院是指出讲，这届的修法是先以饲养动物优先哦，针对有强势的部分先来推动。也毋过有立委是认为，保护动物政策应该要有一致性。农委会有个动保法修法，加强动物管理，佮有虐待伤害。动保团体原本一准护鱼嘛会禁止，但农委会解释定管哺乳类、鱼仔等其他动物无伫限制范围内底。对此，下早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的主委陈吉仲重申这个方向。确认就是针对哺乳类动物，那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那有共识，我们就优先推动；那如果有争议，我们就会保留。不过，执政党立委认为，动物保护政策逻辑应该是爱相像的。夜市的商人啦，对夜市的摊贩缺乏沟通，我认为可以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但是在政策面上面，我是觉得政府的执法政策逻辑还是应该要一致化。这个动保法修正，佮真正统一产业管理、动检权、执法赋权，佮强化主人的责任。其中针对民间狗仔场有爱爸爱妈大量来饲狗仔，嘛免纳管。养50只以上的犬只的这一些的所谓的非营利组织的，可以陆续的这个纳管。农委会指出，民间狗仔场传出照顾不当、狗仔死亡的案件是一直拢有，才会要求一定规模的饲养人要取得登记证。动保行政监督联盟秘书长何忠勋表示，纳管的立意良善，但50只标准依然需要讨论。伊认为，不管饲几只，拢应该符合动物福利。不过，伊嘛烦恼，这个规定一出来，恐惊会引发饲的人无必要的惊吓，尚无路径因为惊吓来发生弃养动物的情形。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来看日本一个通拖系退休的教授北田金杰，伊捌来台湾收集一寡通拖的票本，甲台湾是真有缘分。这几档伊嘛捐予中兴大学超过2万件的票本，学校昨是颁感谢状予伊。摕到家己博士论文的标本，介绍日本和台湾的金句有啥物无同。日本已经80岁名古屋女子大学的退休教授北田金杰，因为来过台湾的南投掠通拖，意外发现到中兴大学将通拖的标本保存甲真好，所以决定将伊一生的收藏拢捐予兄弟。日本では、大学や博物館に、定年の後標本を残したり、アマチュアの人が、博物館に寄付したいと言っても、場所に、それ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少ないので、不可能です。包括博士论文的金句标本在内，为2009年开始，北田教授已经捐2万多件通拖标本予中兴大学。2021年，也佮含日本的标本收藏家高崎宝龙、吉田信宏共同捐2万6千多件标本，包括珍贵的鸭、田鸭等等的通拖。校方伫初10颁发感谢状，也有纪念奖杯。通拖系学生认为，这寡标本会当帮助到因对物种的研究，嘛会当愈了解到通拖的世界。昆虫提供我们很多知识不管是包括在医学方面，在我们农作物的耕种方面，所以它的应用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广。很多国家会在标本出口上采取保守制度或者是自我保护。那以我们现在做
比如讲分类研究的话，如果能看到更多，就是目前比较难取得的地区的样本，那我们会对我们研究更有帮助。校方表示，中兴大学是伫咧1919年日本时代设立，迄当阵号做总督府农林专门学校。伫咧1960年成立全台湾头一个通拖系，接落来因按算伫咧南投校区成立通拖博物馆，收藏8电教授馆的标本，用来教学甲展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观众将俄罗的台湾戏剧《人选之人》做龙角，是讲咱国内的选举文化。电影平台已经连续2礼拜拢排头名。毋但议题甲内容是反映现主时的台湾社会，演员伫语言的使用嘛拢真自然，讲台语、讲华语嘛讲客语，呈现出咱台湾是一个多语言的环境。我们的存在是让候选人站到浪头上，我们是造浪者。以政治幕僚做主題的之前劇《人選之人》做龍者，喺台灣引起一個話題。連續2禮拜喺串流平台排頭名，導演林君陽表示，內容使用濟社會議題，都是使用喺台灣討論度高的議題，反映台灣真實社會，也利用這款議題帶動劇中人物的變化。譬如說，裡面討論的 face， 討論的同婚，然後討論的環保議題，我們討論這個議題其實都不是給一題答案。我們大概都是討論這議題的時候，反哺回來給這些角色一些往前進的線索。劇中也使用濟台語元素，親像劇中紅聲這條歌，是歌手施文彬所唱的全台語歌。劇中角色也定使用台語，甚至有使用台文羅馬字。台文作家鄭順聰認為，這出戲是將台灣多語言的使用狀況，用真自然的方式展現出來。一半南參台語，一半南參華語。啊，你講的過程當中，你感覺做自然的，迄就是咱看到做這一種較老輩這類台語的政治人物，比較回到一種自然語的狀態，讓大家覺得看着看着會覺得，這個好像現在我們說話其實也是經常不同的語言穿插的感覺。林君陽表示，觀察到真實社會當中台文羅馬字開始道出現，所以也將這個元素藏在戲劇當中。鄭順聰表示，這幾年濟戲劇歌劇攏開始使用台語本，那代表母語漸漸獲大眾接受，也是少年這輩當咧用新的方式記錄現代的文化甲生活。記者官謝桂林台北報道。咱來看去年帶領阿根廷國家隊摕到世界盃腳球賽冠軍的梅西，在七八勞倫斯世界體育獎是頒予最佳男運動員的獎，阿根廷隊嘛摕到最佳團體獎。外界風聲講梅西有可能要去刷烏地阿拉伯的職業聯賽踢球，也毋過梅西的經紀人是表示講，目前是個還未決定。有體壇奧斯卡之稱的勞倫斯世界體育獎頒獎最佳查甫運動員獎頒予阿根廷腳球名將梅西。Siempre es lindo recibir reconocimiento de este tipo, pero bueno, juego en un deporte de equipo y este año tuve la由梅西領軍在去年摕世界盃冠軍的阿根廷國家隊也摕最佳團隊獎，和梅西加入勞倫斯獎書包辦2項大獎的第一人。不過這麼大情形，梅西所屬的巴黎聖日耳曼隊刷點組織無公開強庫，讓人感覺雙方關係無正常。事實上，梅西甲大巴黎合約6月就要到期。法國媒體最近曝光，梅西下一季轉戰沙特阿拉伯職業聯賽已經是定局，紅城年薪加福利超過台票200億，不過也經紀人爸爸後人強調一切要等到法甲賽季結束才會做出決定。梅西之前因為無經過批准，被去沙特阿拉伯擔任觀光大賽，和聖日耳曼出發停賽停訓停薪水2禮拜。真正法國球會頂禮拜也喺球隊總部門口表達對梅西不滿，因為伊喺法甲賽表現不如預期。真正阿根廷球迷希望梅西歸期離開法國，重回巴塞隆納。Yo creo que sería bueno que termine su carrera en el Barcelona. Creo que sería lo ideal, ¿no? 梅西在下個月就要36歲啊！在甲聖日耳曼關係惡化了後，伊會選擇去倒位，球迷攏真關心。公司新聞張惠敏評價。來看中華職棒中信兄弟球團在昨暗證實講，帶領球隊連續2檔摕到總冠軍的總教練林維祖，要轉任球團的海外發展顧問哦。
副领队裴建明会来接总教练。领队嘛强调讲，这是球团长期的规划，毋是外界风声讲。林维洲甲董事长高足多重量意见未合。中信兄弟伫咧初十比赛前宣布总教练林维洲请假一天，有大家伫咧约讲是毋是被换掉。领队老指挥伫咧比赛后证实，林维洲将会转任球团海外发展的顾问，副领队兼农场主管彭正敏接总教练。主要还是球团的长远规划。威助的合约本来就是3年约嘛，那今年是第3年，对。那不过我们就是这个新的任务交给他，那其实也跟合约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那当然就是大家把任务给持续做好，这样就可以了。可能网络顶伫咧传嚟讲，是甲董事长高正亮意见无同，才会交出评估。林维洲2017年退休了，2018年就接二军的总教练，2021年接一军就带中信兄弟突破7年6变亚军的魔咒。去年更加完成2连霸，也佫达到史无前例总教练伫咧总冠军赛8连胜的纪录。这1年来这么支持，这么努力的为我们加油呐喊，但这些选手虽然有一些低潮，但是终究我们做到了，总冠军我们拿到了。明天我们是练球日嘛，我们就照正常练球，还是安姑教练会带着练球。那礼拜5的时候，恰恰他就会到台南，对，接任这个工作。这是中职史上第一遍2连败的教练，伫咧球季拍到一半离职。中信兄弟开季到即马成绩拢无啥好，目前并列第4名，暂时排上尾。不过领队否认换人甲成绩有关系，除了总教练异动，球队的教练团也出现人事大调动，包括投手教练、投捕教练，也有野手统筹教练，拢会换人。记者综合报道。伫2019年中国一个查某人伊伫北京的病院，想要甲伊的卵子叮当起来保存，也毋过病院是讲因为还未结婚，所以拒绝。这个查某人向法院提出告诉，去年1审是判伊败诉，也毋过伊个继续上诉。因为中国的少子化甲人口负成长是愈来愈严重，所以是认为讲官司判赢是愈来愈有希望咯。清写字白小西装外套，清查流量持小者拜二到北京出庭，为争取单身女子的当人权益继续奋战。我当然希望就是所有有这个生育意愿的单身女性都能够平等的享有这个权利。持小者是伫2018年30岁时阵到北京病院为当人，希望保留将来生囡仔权利。迄时阵各项健康检查结果拢显示伊符合条件，最后因为无法度提出结婚证明，便以拒绝为提供这服务。伊认为婚姻只是生囡仔手段，毋是前提。真生气伫今年提告要求病院停止，侵犯伊的生育自主权。不过去年7月，一审判决伊败诉，虽然判官司正开时间，持小者依然决定上诉讨公道。这件事情对单身女性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自己也，就是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成长嘛，我觉得我也不太想轻易的放弃它。中国卫生部的法规，单身女性免当人，不过稳准无结婚的男性关证或者是保存证据。不过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人口60年来第一摆出现负成长。今年3月，政协会议多人提议对无结婚的女性开放生育医疗服务。至少这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争取当人的未婚女性。伊认为目前风向好亲像有转变，那2审赢胜诉，伊会马上去当人。公司新闻将回面评析。5岁10岁的扛棒是香港真特殊的景观，也毋过香港政府最近这几档针对建筑不条例的执法是愈来愈严格，扛棒愈拆愈济哦。有真侪民众拢讲，佮继续安尼拆落去，香港的特色早晚会消失。香港的深水埗已经挂半世纪的南昌饭店艺红顶看板，伫最后一案有真侪民众来翕相留做纪念。八规条规自头到尾，拢是看到敢若艺术品的艺红顶的看板，怎么是听一个减一个。香港1926年饭店合法化了后，这个产业就发展正紧，深水埗就开真侪饭店。其中澳门的饭店大王高可能家族持有的南昌饭店老店，怎么是3级的历史建筑？伊看板更加是经典，就敢若是一只倒吊的密婆出来干着钱，顶头也有双喜代表吉祥，是真侪香港人的记忆。3公尺宽、2公尺宽的看板贴来，业者真唔甘。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defines a scene as a Hong Kong scene, it'll be
Hong Kong pawn shop and a Hong Kong pawn shop sign. Neon, in general, has been long associated with Hong Kong. It's been in all the sort of 1960s and 70s and movies of Hong Kong, and it's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visual history. 港府去年开始搭建卫星污点的计划，被拆或者是维修1700个看板。当地有看板保护团体伫咧游说，希望会当尽可能保留香港日方之声的视觉艺术。伊也伫咧郊区的户外村后，保存各种拆落旧看板，正用心维护。希望有一天会当伫咧博物馆顶级的设施内面展示。不过即马经费无够，因是希望会当互这个看板就留伫咧原有的所在，展示香港的原汁原味。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这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关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